亲，父亲！娘娘，钦差大人还在旁边。所以啊，朕特意带他来一同探望你。临出宫前啊，朕已经封婉心为丽嫔了，入主永和宫。谢主隆恩。婉心啊，你既然封了嫔，你就是爹的主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来看爹了，要好好的伺候皇上。婉心啊，你忘了刚刚朕怎么跟你说的？别老顾着哭啊！皇上，臣妾忍不住，臣妾忍不住。行了，那你先去一边稳定稳定心思，朕先和你爹说几句话。是。说爱卿，朕这一次千里迢迢赶来，一是为了核实你密奏中的几件大事，第二是为了亲自调查你御赐，你到底是被谁所赐？为什么他们要行刺于你？他们是不是因为知道你给朕上了密奏，想要灭口？不是灭口，是想要金钥匙。此刻身手非凡，绝非普通劫匪，是臣拼死保护金钥匙，才被打成了重伤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凶手应该已经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。你能不能认得出来，他们的身手到底是出自哪里？不知道，臣只知道，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，平西王府秘密的派了个人来。舒爱卿，婉心，快倒水来。是。舒爱卿，舒爱卿。舒爱卿，你先缓过这口气再说。爹，来，喝口水来，小心。再来一口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你刚刚说的平西王派谁来？派他来做什么？丽嫔娘娘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，下巴也变尖了？爹，女儿是思念您啊。虽说皇上对臣妾特别好，可是女儿每每想到爹爹您岁数大了，身边又没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女儿这心里就放不下呀。可是你这眼神跟从前也不一样啊。爹，您糊涂了，女儿已进宫数月，哪能跟在家里当姑娘时一样啊？面色怎么也变了？这连日来赶路，女儿染了风寒，吃几副药就好了，爹爹不用挂心。啊！爹！舒爱卿，舒爱卿，舒爱卿，李太医，李太医，主子怎么了？你看看，舒爱卿晕过去了。主子，舒大人的脉象很不好，只怕随时都可能。啊！那可还有救？臣尽量一试。只是舒大人本就重伤未愈，又元气大伤，好不容易见到了主子，还有丽嫔娘娘，难免心情激动，多说了一些话，自然便撑不住了。至少3日之内，不宜再让他受到任何的刺激，更不能让他说话，否则再次耗损元神，恐怕就无力回天了。知道了，
你先去煎药吧。臣遵旨。丽嫔娘娘，主子，要不然咱们也先出去吧，让舒大人好好在这儿静养一下。李德福，你留在这儿，亲自照顾舒剑。这。走吧。真没想到，这个舒剑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居然还能发现我跟舒婉欣的细微不同。多亏我在他的水里下了迷魂药，把舒剑迷晕了。婉欣，快到温水了。是。舒婉欣，舒婉欣。否则，他再多盘问我几句，就算我能应付得过去，康熙啊，也还是会起疑心的。也不知道六师傅找到舒婉欣了没有？咱们两边都不能再出半点岔子了，否则倾城的身份就暴露了。只有我一个人暴露不要紧，万一康熙心思那么缜密，他会想咱们在宫中的点滴细节，就会把你们两个也怀疑上的。舒婉欣就交给六师傅了。至于这个舒剑，不能让他再醒过来了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杀了舒剑啊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舒剑不同于鳌拜，也不同于刘德昭。在鳌拜权势熏天的时候，他就敢冒死向皇上上密折，为民请命，这样的好官你也要杀呀？我不懂什么国家大事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师傅们一直说要光复大明，但我只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你们跟师傅是我最亲的人。既然你们说我们是大明的子民，那我就有责任跟你们一起光复大明。可如果光复大明就要滥杀无辜的话，这我坚决不同意。欢妹，你别说了，我不听。如果你要真的杀了舒剑的话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大师兄，就算易欢不反对，我也觉得这件事要在驿馆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杀了舒剑，这风险也太大了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康熙发现破绽，那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那这样吧，我试着给舒剑的药中加入少量扰乱心神之药，让他暂时丧失神智。等将来风平浪静了，我再帮他恢复神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也不必将舒婉欣软禁在明珠谷了，他们父女也能够团聚了。这个我同意。你看，其实只要我们稍微用点心思，多为其他人考虑考虑，不就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吗？只是要让舒剑像鳌拜一样丧失神智，又不让人察觉，这难度比杀了他更大。但是为了不让你失望，我愿意冒险一试。二公子，本钦差听舒大人说，就在案发的前一晚，平西王爷曾经派人来找过你。不错，事发前一晚，我父王确实派人来找过我，只因为我等刚出云南境内，就遭遇了一股劫匪，不仅我父王进贡的一些云南特产，还有一些值钱的财物，全都被劫匪给劫走了。哦，我父王十分震怒，所以就派人过来追问详情。我与石副将把情况禀报清楚之后，他们就返回滇都去复命了。怎么了？龙大人有什么疑问吗？啊，没有什么疑问，本钦差不过就是随口问问罢了。不知钦差大人还有别的要问的吗？没事。那卑职先行告退了。好。这吴应奇遇到舒剑之前，确实遭遇过劫匪，他们也向朝廷禀报过，所以我才会派舒剑护送他们进京。只是这平西王派人来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财宝吗？你怎么看？主子，您是不是怀疑这刺杀舒总兵的刺客
和平西王有关。可是，如果这平西王早就知道这金钥匙的秘密，那何必先派自己的儿子把金钥匙送往京城，然后再派人半路去抢劫呢？那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？奴才以为，这刘德昭可是鳌拜一手提拔的。鳌拜老奸巨猾，他会不会假意向皇上禀告这金钥匙的秘密，然后暗地里又派人悄悄地来劫呢？主子，主子，书监大人他没了。奴才一直听从主子的吩咐，守在书监大人的房门外，就连一只苍蝇也不让飞进去。可是刚半夜的时候，奴才就腹内疼痛，我等不及换班的人来，就去了趟茅厕，前后才一盏茶的功夫。等我回来，舒大人他就……人还是软的，确实刚刚过去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娘娘，娘娘，钦差大人还在旁边呢。爹，父亲。李太医，晚饭之前我还跟你探望过书监，当时他的脉象不是一直很平稳吗？当时确实有所好转，只是不知怎么突然就……怎么了？有什么发现吗？舒大人身上有一股辽山参的味道，但是卑职所开的药方中并无此物。辽山参，此药有毒吗？此药无毒，但舒总兵重伤之下命在旦夕，此时用大补之药，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。所以你的意思，舒大人是被毒死的，是吗？可以这么说。舒大人冒死为民请命，如果还有人毒害他，那这个人就是是非不分、丧心病狂了。主子，卑职已将这驿馆里的所有人等全部都拘押起来了。好，你先分别询问，只要是有可疑的人，全部都带到大厅来，待会儿我亲自审问。这。